你人生入面有冇試過喺機場送走一個好朋友？你知道佢今次離開，可能幾年都唔會返嚟，甚至大家以後都未必再有機會見面。喺嗰個離別嘅時刻，無論你平時幾咁能言善辯，最後可以講出口嘅，往往只係一句好簡單嘅照顧好自己，或者到咗記得打個電話報平安。1000多年前嘅唐朝，詩人王維就經歷過一模一樣嘅時刻。佢寫嘅《渭城曲》，又叫做《送元二使安西》，就係中國文學史上最極致、最動人嘅離別之歌。今日我哋就一齊細味呢首千古名篇，睇下王維點樣用短短28個字寫出嗰份跨越時空嘅心情同無奈。要明白首詩，我哋首先要明白呢個送別到底有幾沉重。詩名入面嘅元義係王維嘅好朋友，喺家族同輩入面排第2，所以叫元義。當時元義接到朝廷嘅任命，要出使安西。安西係乜嘢地方？安西即係安西都護府，位置大約係今日嘅新疆，甚至更遠嘅中亞地區。喺唐朝，從長安出發去安西，距離長達幾千里，沿途要翻過雪山，穿過戈壁沙漠。喺嗰個冇高鐵、冇飛機嘅年代，靠騎馬或者走路去安西，單程就要走幾個月，甚至大半年。加上邊疆戰亂頻繁，氣候惡劣，去安西可以話係一場賭命嘅征途，好多人一去就再冇返過嚟。所以呢一餐飯絕對唔係普通嘅朋友聚餐，而係一場好可能係生死永別嘅送行宴。我哋不妨跟住王維嘅筆觸，返去嗰個清晨嘅送別現場。第一句，渭城朝雨浥輕塵。渭城即係秦朝嘅咸陽，位置喺長安城嘅西北面，係當年由長安出發去西域嘅必經之地。當日清晨，渭城落咗一場細雨，嗰個浥字用得非常之妙，係指濕潤潤澤嘅意思。清晨嘅細雨潤濕咗地面，將平時黃土路上飛揚嘅塵土壓咗落去，令到空氣變得好清新。第二句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客舍即係旅館或者驛站，喺細雨洗滌過後，旅館旁邊嘅柳樹顯得格外青翠，展現出一片清新嘅綠色。古人送別好喜歡折一支柳枝送俾對方，因為柳字嘅廣東話同普通話發音都同留低嘅留字好近。折柳就代表我好想留住你，唔捨得你走。王維喺度寫柳色新，表面上係寫風景好清新，但實際上係用呢種生機勃勃嘅綠色嚟反襯出內心嘅傷感。大家試一試，想象個畫面：一個清晨，空氣好濕潤，周圍好安靜，雨水將環境洗得好乾淨，綠柳生機盎然。但係咁美好嘅景色，配上嘅卻係一場即將到來嘅永別。王維用美景嚟寫哀傷嘅手法真係非常高明。跟住落嚟嘅兩句係全詩最高潮，亦係傳頌千古嘅名句。第三句，勸君更盡一杯酒。王維舉起酒杯，同元義講：嚟，我哋再飲多杯。杯酒唔係第一杯，亦唔係第二杯，而係大家已經飲咗好耐，講咗好多嘢，但係王維依然一直幫對方倒酒。佢點解要一直勸酒？因為飲完呢杯就真係要分手啦。一直勸酒，其實係王維想拉長時間拖延離別時刻嘅一份不捨。第四句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陽關位置喺今日甘肅敦煌嘅西南面，係唐朝西部邊境嘅重要關卡。喺當時唐朝人嘅概念入面，只要過咗陽關，就等於離開咗中原文明嘅世界，踏入咗一片荒涼、充滿未知危險嘅西域大漠。故人即係老朋友。王維同元義講：你一旦向西出咗陽關，喺嗰片廣闊又陌生嘅大漠入面，就再搵唔到一個熟悉嘅老朋友啦。首詩喺當時到底有幾紅？唐朝嘅音樂人將呢首詩譜成歌，叫做《陽關三疊》，因為歌詞入面嘅句式或者意境會重複唱3次，所以叫三疊。
當時無論係官員離任、朋友遠行，定係士兵出征，大家送別嘅時候都會唱呢首歌。可以話《渭城曲》就係唐朝流行歌曲熱播榜嘅第一名，係屬於整個時代嘅離別主題曲。今日嘅世界已經完全唔同，我哋唔需要騎馬穿越戈壁沙漠，飛機飛幾個鐘就到，仲有視訊電話，離別再唔係生死未卜。但係當一個好朋友真係要遠行，甚至移民去幾千里外嘅地方，即便網絡幾咁發達，大家嘅時區唔同咗，生活軌跡唔同咗，以前嗰種隨時聚埋一齊飲杯嘢、吹客水嘅日常，依然係一去不復返。下次如果你同一個即將移民嘅朋友飲酒送行，喺舉杯嗰一刻，可能會體會到王維嘅沉重心情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因為嗰杯酒不單止係送別一個朋友，更係告別緊大家過往一齊過嘅歲月。渭城曲，宋元義使安西，唐，王維。渭城朝雨浥輕塵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西出陽關無故人。